自己嘅質素咧。最佳舞蹈編排係，恭喜晒啦！古卓文、阿當。最佳舞蹈都係我身邊嘅排舞老師啦，阿東幫我去安排呢一首歌，令到呢一首歌嘅威力變得更加大。多謝張文啦，多謝 3D Music Group，仲有我班兄弟係 Dax One 嘅舞團嘅朋友。最佳 MV 表演歌手啦，以及仲有就係大灣區 MV 獎項啊！哇！恭喜晒！透過今日我攞呢一個大灣區 MV 獎，希望日後嘅日子，澳門嘅 MV 除咗喺澳門可以見到，香港可以見到，大灣區可以見到，呢個係我嘅私心。我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睇到澳門人嘅音樂，亦都可以睇到澳門嘅 MV。我特別要多謝嘅就係TMG 啦，首先多謝 TMG 啦，我身邊隔離嘅呢一位嘅導演阿權哥，俾啲掌聲。好開心喺今日之內，我可以認識到好多澳門嘅 artist。好希望好似 Oh Yeah 呢個 MV 咁啦，有啲咩事咧撳 continue 就得㗎啦。係啊，繼續。形象指導，再一次多謝 OMV 啦，亦都好多謝呢一個 MV 同埋 Oh Yeah 嘅形象指導，嗰個就係我啦。我講呢一個説話，我相信好多澳門嘅 artist 都好認同嘅。好多時我哋要做音樂又好啦，拍 MV 又好啦，其實都係大家親力親為嘅。我哋可能比其他地區嘅歌手冇咁幸運，但係我好想講嘅就係、其實澳門係有好多嘅人才喺度。希望大家俾多啲機會我哋，因為澳門係真係充滿咗好多 talent 嘅地方。多謝大家。